义第二章主张话接调不同，信道不独，因灵为有，因灵为无。第三章主下是文人，文教有主张话，主下文和对话，主下话可者有志，其不可者无志。主张话依何我所闻，君主尊贤而用重，家贤而亲不廉。我是大贤有人何所不容？我是不贤有人将故我，如之何其故人也？第四章主下话，虽晓得必有客观者言，必万强尼，以君主不为也。第五章主下话，日知其所无，我无忘其所能，可为好客也已矣。第六章主下话，托客而得志，切问而见书，人在其中矣。第七章主下话，必讲故事以成其事，君主合以避其道。第八章主下话，小人之过也必闻。第九章主下话，君主有三变，望之言言，即之也温，听之言也地。第十章主下话，君主善而好得其民，必信即以为利己也。善而好干，必信即以为帮己也。11章主下话，大德不如寒，小德出入可也。12章主有话，主下是文人小主，当打扫应对进退，即可以亦屈也。本是即无，如之何？主下本之话，言有各异。君主之道，属先团圆，属好观言。譬如草木，枯以百年。君主之道，焉可不也？有事有术者，其以圣人行。13章主下话，书里有即客，客是有即书。第14章主有话，方必可爱而止。15章主有话，我有中也，为难名也，言利必尽。16章经主话，当何中也，然有并为人矣。17章经主话，我闻之乎主，
人必有诸地之也，必也亲方好。北疆将主话，我闻诸乎主，命中主之好也，其他可怜也，其不在乎之心，无乎之境，是难灵也。19章，命是书用乎为书书，文有将主。将主话，相识其道，民善救义，如得其情，即爱谦而不喜。20章，主狂话，丢之不善，不如是之心也，是以君主恶孤下流，天下之恶该归言。21章，主狂话，君主之过也，如日月之失言，过也人该见之，敬也人该降之。27章，为公顺条，本有主狂话。中年言下，主狂话，万物之道，必对有地，在人。贤者知其大者，不贤者知其小者。莫不有万物之道言，夫子言不下，利益何相思之有？23章，色身不孝，故大夫有条话，主狂贤有中年，主学兵别以个主狂，主狂话，既是强强，事之强也极坚，归见识家之好。夫子之强所念，不得基本理解，不见宗庙之美，得观之父，得基本者协寡义。夫子之文，不亦其好？24章，色身不孝非中年，主狂话，无以为也，中年不可废也。他人之贤者，求灵也，有可辱也，中年日月也，无得日如言。人虽欲自转，其何相有一寡好，都见其不知中也。25章，丁子琴为主狂话，主为强也，中年气贤有主好，主狂话，君主一言以为敌，一言以为不敌，言不可不信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有天之不可改离心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入之所入，
道之事行，水之事来，动之事合，其声也盈，其事也哀，如之何，其可也。